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圣诞恭喜！家己的边讲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咱做起立，咱伫遮来学乐敬拜咱的主咱上帝。真平安，我当属因。真平安，我当受属你。真平安是世间袂通找，真平安是世间袂证明了，真平安踮你心，真平安。真是疼，我当受属你；真是疼，是世间袂通做；真是疼，是世间袂证明了。是疼，我当受属你，真是疼，搁在一遍。真是疼，我当受属你，真是疼，是世间袂通做，真是疼。是世间袂证明了，真是疼，踮你心，真是疼，我当受属你。咱来献上感谢，也承认咱的软弱亏欠，来到主的面前，伊来恳求，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爸，就是怜悯的爸，受赐达有安慰的上帝，得到阿乐，愿伫担忧患难中，伊安慰阮。要互阮对上帝所安慰阮的安慰，来安慰达有患难中的人。我对你摆咧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因为安尼，既若诚实的人，伫通找到你的时，就记到你，大水泛滥的时，立刻袂到伊遐。咱来感谢这位上帝是慈悲、有怜悯、安慰你我的上帝。伊是阮，伊有赦免，伊会拯救咱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伊嘛，互咱有一个管道，讲来，恁来回转、悔改、承认，无搁再隐瞒家己歹。就要得到赦免，就要脱离这凶恶。啊，姊妹，我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开声来感谢，也恳求上帝来赦免，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感谢罗你会听降生伫这个世间，啊，帮助阮哦，阮会通知影你为着听来降生，就是要来拄起阮的罪。你正做牺牲的油膏，来互阮会通自由来到主上帝面头前，伫遮来亲近，伫遮来挖靠。主啊，阮感谢你伫这个主你降生来学乐纪念的日子，互阮会通伫遮来用心用心来学乐敬拜你，愿你来感纳，也拄起阮一切甜伴来到你面前。哈利路亚！主，阮学乐感谢你，特别阮的上帝，伊看见阮人的软弱。甲无能，互阮会通透过你主动的听，
耶稣基督降生伫伯利恒，就是要丰富阮的生命，引带阮行一条搁新搁活的道路。主啊，你是有慈悲怜悯，你无快生气，你会通赦免阮，你会通帮助阮脱离一切患难。主，你也互阮有一个方法管道，会通直接来得到你的赐福甲应允，就是阮来回转、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会通伫这中间得到主你的赦免，拄去阮一切罪、一切亏欠，互阮通自由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愿伫这来领受你永远的恩典，也通成做你所这世间人的管道，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咱为着咱需要咱的心灵来祈祷，来用主的话，咱做伙来讲。我的神啊，你着静静全部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来，独伊是我的手盘，是拯救我的，伊是我的权台，我袂摇动。我的拯救，我的阳光在你上帝，我的快乐的笑盘，我的闪避的所在也在你上帝。咱有几项的事，你会通伫遮来恳求伫你的身躯心神，伫你的感情、婚姻、产业，就是你的今日时岁的需要。顶礼拜有一位姊妹。伊为着伊的查某囝吼，有一寡只病痛咧检查的中间吼，带伊祈祷，还是有一寡瘤啦吼。拄仔甲讲，牧师感谢主，是良心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祷告，咱做伙祈祷，继续祈祷，祈祷的功效是大过开人吼。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祈祷，迄个功效是更较大。义人的祈祷，上帝安怎？讲要听你的祈祷哦。所以囡仔的课业人甲人的关系哦，咱邀请主，真做咱灵、思想、感情、意志的主。如果你有需要，你会通站起来，单工会为着你来祈祷，当为着你来祝福，互咱做伙来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如果你有需要，你即马站起来，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何等感谢你！主啊，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主啊，阮当心来自今何乐来敬拜。主啊，阮恳求你来帮赞好这兄弟姊妹，因咱伫遮来经历你医治的权能，充满伊需要，主你拢知。主你帮赞因，互因会通经历你的供应、医治、祝福，你的能力真做因的能力，你。来帮助因，脱离伫因的忧愁、烦恼、困苦。主啊，愿奉你的名来祝福这兄弟，互因伫祈祷中间来经历你是恩、你的祝福，甲你的大权能。亲爱的主，阮何乐感谢你！你讲阮后劳苦重担，会通来就近你，因为你已经拍开一条，互阮会通经历的管道。因为你大声为着阮来付上这代价，你所受的鞭挞，阮得到医好；你所受的刑罚，互阮会通得到平安。主，阮何乐感谢你！你已经提供这的应允互阮，阮会通用信心来追求，大大开嘴，你就要伫遮来互阮经历，伫迄个患难忧伤的中间，有你的安慰，有你的扶持，有你的供应甲医治。主啊，阮就将阮的万事摆咧伫你面前，阮相信当心的祈祷，你要请伫遮请阮的祈祷，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要临到伫阮的中间。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若要为着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落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做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求叫的日，你就应我，鼓舞我，互我的心有快乐。兄姊妹，
咱今仔日有学敬拜即个圣乐队即个赞美，咱为着因来祝福哦，因作拍拼在练哦。虽然唱《列丁文》检查咱听较无，但是有翻译哦。不过你会通伫迄个中间来感受到迄款的旋律，带互咱来拄着这位主哦。咱透过为着牧师来祈祷，希望透过上帝话，互咱会通知影，伊要引带你头前人生的命运甲道路。咱也为着年底相关的遮个圣诞节的活动。咱要到伫统领伫遐即个圣诞的活动，咱也透过小组区长、小组长伫遮来关怀咱遮兄弟姊妹的需要，因为靠几个牧者实在无够咱透过咱同工兄弟姊妹，咱会通伫遮彼此来鼓励，彼此来带导，所以互咱会通伫主内底听的连结，通彼此来提携，彼此来扶持。我要邀请咱做伙起立，咱伫这中间来学乐、来感谢、来恳求，咱开声来祈祷。主愿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祝福，感谢你透过你的圣殿，互阮处置；透过你的话，互阮领受；透过肢体彼此的关怀，互阮会通伫遮来感受主你的疼。主啊，透过今仔日的学乐敬拜，你的宝座就设立伫这个所在，互阮会通伫遮明白你的话，教示阮，互阮通伫遮真做受恩的囝子。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罗你，你已经伫这个定定的日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因为阮要透过这诗歌，透过音乐，透过你的话，透过阮的彼此的扶持，感受到你是以马内利，你是看见人的需要，你是甲人三甲同在迄位主啊！主啊，互阮伫礼拜中间甲你相拄，礼拜中间感受到你的疼，礼拜中间也看见兄弟姊妹彼此的和睦，伫迄中间带来你的同在。所以，阮也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错误，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伊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伊国万灵延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神生的是神。这时阵要点到第4支的蜡烛，甲中迄支蜡烛，这是天使的蜡烛，提醒咱天使在宣扬主耶稣基督为着世界来带来和平的信息。基督是和平的人君，互咱甲上帝、甲世间人有和好的关系。所以今仔日主题是启示咱，也有听伫咱的中间。中这个蜡烛是基督的蜡烛，是提醒咱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中的白色的蜡烛代表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这是欢喜快乐庆祝的时阵。表示基督甲咱三个同在，想说互咱有信心，毋茫听喜乐和平。伊已经完成圣经内底有言，救主已经降生。请咱同心来祈祷，救主你已经伫2000多年前降生，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甲阮三个同在的主。这是你甲阮三个同在，彰显你家己的疼，你的同在，互阮感受，也透过阮彼此的提携相疼，感受到主你伫这个时阵甲阮三个同在，互阮所有的学乐敬拜，拢得到你欢喜感纳。
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因为有一位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位囝赏赐咱，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爸，和平的人君。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添无穷尽。这咱做来唱来，就听你在地音歌，为英歌的新生活，地球和平人守护，上帝做人个亲近，世间大国着奋起，参加天军来欢喜，着天赛道生命。生命意义，就听天赛的音歌，为英歌的新生活，欢喜甲人同徛起，咱的主伊嘛要你，就听天赛的音歌，为英歌的新生活。哈利路亚！阿妹，咱救主已经降生，咱将普声来归予咱的主上帝来。请坐，请坐。伫2000年前，救主耶稣已经降生。2000年来，世间人拢在憔悴。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世主，这位代表望、代表听的主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恁敢有找到吗？这位主耶稣基督，伊已经来到世间，咱就要对着主耶稣，跟对伊的脚步，分享主的听。因无你的爱，地下有我种，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换，追求你的爱，地下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羊。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温梦，就有福气。无伊的人。因无你的人，地下有我种，上帝你的听，永远无变换。追求你的人，地下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山羊。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追求心内温梦，
来宣告上帝真正好，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的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至宝。咱着找求心内温暖，就有福气。感谢主，咱的主上帝已经应允咱，军队主脚步行伫伊稳定道路的兄弟姊妹，伊要赏赐予咱有福气。伫救主耶稣圣诞的双时，咱要将咱家己交予主，咱要将咱的家庭、将咱的国家、将咱个人的心灵拢交予主。咱要做伙来呼求主，因为主伊是咱唯一的倚靠。主，我要当心到你面前，用祈祷找求你面。我要离开所有的歹行，我已全心跟对你。主愿拢是属你的儿女，救赎属天的心。愿要回来找求你天父，也要看见福气。愿要呼求你阿爸。是你的宝座的全地，求你用目睭看伊空听，共赐生命呼求，万民拢要来敬拜你，高举你荣耀。生命，和平传递全能的君王，我们也是你。主，我要当心到你面前，用祈祷找求你面。愿要离开所有的歹行，我已全心跟对你。主，阮的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体。愿你人民依伫这所在，荣耀搁在降临。愿要呼求你阿爸爸，是你的宝座的全地，求你用目睭看伊空听，奉主生命呼求，万民拢要来敬拜你，高举你荣耀的生命，和平传递全能的君王，我们也是你。是，咱要直接来迎接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圣诞的同时，你是不是已经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呢？在这边，我要邀请你
将你的心门打开，主耶稣要进入到你的心中，将你心中的挂虑、忧伤，一切都除去。我们要在这边来呼求神，用我们的生命来呼求神，主必赐福给我们。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里面，我们传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测垂听，奉主名的呼救，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来，主，我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愿你睁眼看测垂听，奉主名的呼救，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阮来到你面前，学乐敬拜。主，万民拢要伫遮来呼求你，万民拢要伫遮来追找你，因为你是全地的主，你是掌管宇宙万米的主宰。主，全世界拢伫遮咧学乐庆祝你的降生。主，你是无所不在，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伫地的主，你是赢过死无关系，你是疼阮的主，你的出世就是要为着阮伫十字架顶来牺牲，你疼阮到用你家己的性命来付上代价。主啊，互阮每一个人，无论什么款的人，拢会通来到你面前，当得福音的好处，永远的救恩。主，阮感谢你，互阮这受恩的囝儿会当领受你的恩典，嘛无互阮独独伫这来享受这款的福气。透过你的教会，透过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成做你福音的管道甲出口。主啊，透过阮用诗歌、用学乐敬拜来到你的面前，互众人知影你是阮的主，你是阮的拯救，你是阮永远的毋忘。今日伫你的圣殿中间，阮做伙来学乐敬拜，也要透过圣乐队引导阮用诗歌来学乐，学乐你的尊贵、你的关联，学乐你的疼，因为你已经启示你的疼伫阮的中间。愿主你帮助阮，活的生命会通活出你的疼，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
请咱做伙来吟圣诗69首，请来中信信徒，请起立来吟全首。请来中信信徒，快乐着的向前，请来，请你欢喜来告别你，来着去救主，天顶君王出世，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因我主基督为心所做的事，为个所做的更你看伊模样，对在线路担心。兄弟先行，无对手做出事，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情比赛着唱歌，有欢喜我乐的地界，是谁来你大家着认识？这关的所在，因更为主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有主万我乐你，你这做是耶稣你名受尽在因更为你。你被圣经多加用的故事，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请来大家敬拜，我主基督。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爸，听阮的爸，阮的王，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日月星辰是照你的意思伫运行，诸天岁出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你智慧的创造遍满了全地，也丰富了阮。阮感谢你，你是创始成终的主，是实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阮要学乐你的名，伫你的宝座前，阮要大声学乐你；伫众人的面前，阮要大声来承认你是耶和华，阮的上帝。主出伫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佮对阮世间人的疼，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降生伫世间，救赎阮，也透过耶稣的死赎回阮。互阮是有永望的人生甲未来，因为你的疼，更加显明了，阮是有罪的罪人。虽望阮有愿意的心，但是阮却常常赢袂过肉体的情欲、目睭的情欲，甲今生的骄傲，互阮常常伫罪恶中伫当世。主原谅阮。主，阮需要你，阮需要圣神你来帮助驾驶阮，互阮
通时常保持着细腻敬虔的心，搁照着阮家己每工对你来读经、祈祷，甲你来建立一个水搁好的关系。照着你的赦免，甲你所赏赐阮的智慧甲能力，来重整阮的生活的优先次序，互阮会当回转归向你，掠你最大。伫即个新的环境、甲新的开始的月份，带领阮进入一个新、搁好的一个循环，互阮的灵命更新、信心提升，伫恩典中经历上帝你所赏赐阮的身体健康、灵魂兴盛，甲意爱来传福音，互阮甲阮的正兄弟姊妹，要一齐来听主、服侍主、荣耀主。今仔日是圣诞的赞美礼拜，愿阮所献上的，拢得你的欢喜。本周的见证会，佮圣诞相关的活动，求主你来掌管。年底的活动，佮2022年，愿各部明年度所规划的事工，也求主你来引带保守。今仔日你的正经日，照着对你遐来所领受的，进入圣殿来守主日。愿将这个时间恭敬来仰望你，愿阮的敬拜成做澎湃的祭，愿阮的聚会合你的心意，愿阮的祈祷得到你的眷顾。愿安尼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拢是奉靠得胜耶和华的名，阿免。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41篇。启应文第41篇就是对以赛亚第9来的。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互因的国家强盛，互因大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讲长因肩头的棍，侵略者的军鞋，高着火的军服，拢会做查修。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出世，有一个囝互咱，伊要负担国政，伊名要称作贤明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在天父，和平的君王。伊的主权无强，伊的和平无尽，伊要坐伫大笔的宝座，继承伊的王国。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对，即时直到永远。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成全这个事。这时，咱们来请献歌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歌有5首伫周报内底。请这个时阵，我邀请咱的正兄弟姊妹来确认2项代志，因为咱要录音，所以。麻烦恁将恁的手机搁看一遍，是毋是已经关机，还是开伫震动的迄个动作内面？哦。第二，今日因要唱的这个诗歌的内容，甲因的乐曲的介绍，拢伫咱的周报内底有，咱会使来一齐来看。哦，请咱一齐来享受。
我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章1到17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章1到17节。白话字圣经伫第2页，其他的版本来请看荧幕。第2章第1节，当希律王的时，耶稣已经出世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内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伫倒落？因为阮伫东方有看见伊的星，才来要拜伊。希律王听见就背北，通耶路撒冷也是安尼，就组织正祭司头甲百姓间一间学书，问因基督着伫什么所在出世？伊甲伊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记载讲，犹太地伯利恒啊，伫犹太遮的头人中，你毋是第一世，因为要有一个人人君对你出来照顾我的百姓以色列。第7节，对安尼，希律暗中调博士，对因详细查迄个星出现的时，就找因去伯利恒讲。恁去详细探听迄个婴仔的事，找到就来甲我讲，互我也通去拜伊。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歇伫迄顶面。因看见迄个星，欢喜到袂顾伫。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就拍落拜婴仔。开因的宝盒，
献礼物予因，就是黄金、乳香、蜜药。搁伫民梦中得到指示，教因毋通倒转去就近希律，就对别条路倒去本所在。这是要来讲道，咱要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星伫因带，星伫因带”。请咱同心来祈祷。掌管万行有的主，你用世上逐项的物件来伫启示你本身，互阮会通透过这个星神，透过万物来了解、来认捌，也互阮知影你伫引带阮头前人生的道路，对现在一直到未来，拢伫你的引带下面。透过你家己的话帮助阮明白，阮的生命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也毋忘。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你是听阮的，你用听降生，一直伫阮的中间，甲阮相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咱彼此伫遮来祝讲圣诞快乐，上帝祝福你。圣诞快乐，上帝祝福你。敢有快乐？真正，昨公投呢，投了有下你的意无？当咱咧足欢喜咧画大声时，嘛有人无共款的立场，敢毋是？所以我拢无敢啥表达。要送会友的时阵，一个姊妹甲我讲：“老师，啊你是快乐还是？”我讲你呢？我真细声。啊，我是快乐。哦，那我与你一同快乐。啊，若忧伤的人你要安怎？我咧忧伤，啊你快乐，安尼敢好？所以有当时咱爱真细腻，一句话咧表达出来的时阵吼，是互人欢喜快乐，啊，互人担心，互人张毒，互人亲像这朴素讲出一句话的时阵，真侪人是不安的呢，是惊吓。很多人是对未来充满了惧怕，敢毋是？所以伫遮。当咱咧讲圣诞快乐的时阵，咱来看这无信的人到底伊伫表达啥物？这甲我有啥物关系？与我有何干？今日咱透过俄罗斯歌、拉丁语啦吼，拉丁文嘛吼。可能你无了解迄个内容，总是你会当透过这个歌词，也是讲这个伫写的表达出背后伊迄款的意义哦。今日咱做伙伫遮，国内外地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圣诞节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节庆嘛。检采愈来愈失去迄个意义，总是因对即款的一个期待，因欢喜有即个节期啊。但是你知影无？伫12月初10，伫美国的中西部、南部。特别即个肯塔基，即个肯塔基啦，哦，拢想你肯德基哦。因咧发布即个气象，就是有迄个加利亚风吼，啊不止大，迄个新闻报道讲有差不多50个啦。啊有人讲可能是迄个一直伫遐咧教，伫遐咧教。啊其中有一个，即个加利亚风吼，伊伫遐影响差不多。402公里安尼啦吼，所以我会想讲，安尼是影响若对咱台湾来讲安怎？差不多即个伫咱全台湾拢伫伊个范围嘛。所以咱看即个相片吼，互咱感觉讲真正人的性命实在无定着啊，人的生命真是有限哦。所以伫一个大风安尼吹尔。
咱看讲，大概伫迄个肯塔基即个所在吼，是受灾较严重的所在吼。所以是美国差不多92年以来96年以来破即个历史的记录。所以伫迄中间至少88以上，伫迄中间来死亡，影响到差不多8、9个州。伫迄中间有侪人检测还阁伫迄个下片的下骹等待迄个救援。所以对因来讲，本来是一个期待讲圣诞快乐，伫遐咧期待有一个水的假期，总是无拍算。一暝中间，财产性命拢失去，所以互咱知影讲，咱的性命实在是无定着。昨你要困的时阵，搁困了好势好势，总是今仔爬起来，感谢主，你搁会通喘气，咱就爱感谢，敢毋是？兄弟姊妹，咱看讲，即美国的即个福音机构，因就开始伫遐发起，然后为着即个灾民，为着即死失的人，伫咧中间来为着因伫遮来祈祷，也毋茫有侪即个新嘅神迹奇事伫遮发生吼。咱倒转来到伫耶稣降生的时间哦，伫2000多年前，听讲有一位救主，一位新的犹太王要出世，这到底是欢喜也快乐？你要讲圣诞快乐，总是这百姓安怎哀叫啦？因担心因的未来，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透过这段的经文，咱嘛要思考讲，当咱咧甲人讲圣诞快乐，咱咧去外口报佳音的时阵，咱也讲圣诞快乐，我快乐吗？你快乐吗？是拢我古朴23种，就来到教会，人讲圣诞快乐，我就讲圣诞快乐。但是检测伫你的心内，即马是为着你的亲人的病痛，为着真侪这代志失丧的灵魂，也是为着你亲人的死去，你拄当一直伫迄个哀伤、伫迄个忧伤的中间，敢毋是？所以咱毋是干那为着即天圣诞快乐。咱毋茫讲每一天拢会当因为即个耶稣降临的中间，互我虽然伫苦难，我嘛会通讲圣诞快乐，敢毋是？这是咱的期待。对古早这百姓来讲，因对因的未来是充满绝望的。所以耶稣降生的时阵，咱看因全部伫迄个死命地无毋望。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啥物？我要将我的百姓对迄个黑暗的中间甲救出来。兄弟姊妹，今仔咱透过俄罗敬拜，咱咧俄罗敬拜啥物？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哪定咧？是这位伫引带你的生命、你人生方向，引导你生命的方向，互你行伫对的道路顶面，走在正确的道路。有啥物在引带你？是人在引带你，还是上帝透过这星神，透过这一些的星象，在指引你，在引带你，也是透过无同款的事物在启示你，互你知影讲有一位上帝，有一位神是爱你的，是在听你的。第二，咱要看伊讲，透过这个伫人的中间去经历，也互咱看见。信靠这位上帝，这位耶稣，这位耶稣是以马内利，是以马内利，是甲你三个同在的主。伫咱中间有小朋友，有这个少年家，检测因听无台语，所以牧师也加减参插一寡，互因听有。若无因讲恁咧快乐什么？恁咧嗨什么？当人听无的时阵，敢会快乐。所以兄弟姊妹，咱有法度去感受到别人的需要，感受到别人的需要没有？还是咱一直噜叫、噜去，讲咱痛的，别人伫遐听无。今仔日咱要讲的是，爱互人听有，使人听得懂。所以今仔日咱看透过这当的。有智慧的人、智者，也是讲博士，也是讲这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因问一个问题，敢若讲一句话，
有当时咱讲一句话造成啥纷争呢？有当时咱讲一句话会互人安怎感觉有毋望？你讲的话是互人感觉有毋望、有未来，还是互人感觉讲我无未来通讲？当的博士，伊伫伊的故乡，检测是波斯、巴比伦，也是远的所在，阿拉伯遐个所在。所以因开真侪时间伫遐来研究即个星象，观看即个星，无共款哦。咱看是可能大熊、小熊，对无？啊，佫有啥物？恁哦，啊？猎户，啊，佫有人较有研究的无？啊，迄对咱来讲有啥物意义？有啦，迄白度刺真诶，买啊迄粒哦，较光。啊，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就是对遮个东方的博士。无共款哦，因有研究呢。伊讲基督的基督的星啊，即个新生王的星呢，所以因研究了不止啊，伫迄中间有真侪会遮了解哦。所以因千里迢迢伫遮哦，千里迢迢哦，来伫迄中间来找因检测辨别因的所有哦，来找即位新生王。一寡外国人、外邦人，因咧追找一个犹太人的王，到底对因有啥物款的意义啊？除非因认捌，除非他认识到这位基督嘛，这位神。啊，若无对伊来讲，对咱咧甲伊讲，耶稣听你，啊，迄是外国人的神啊，他是外国人的神啊。甲我有啥物地带？我是华人呢，我是台湾人呢，我拜是台湾的神啊，敢毋是？但是爱互伊知影讲，这位神是全宇宙万物的主宰啊，甲你有关系啊。你要哪用啥物款的方式互伊了解？做犹太人的王要出世伫倒位？所以伫迄中间，咱看博士伊来到即个耶路撒冷，伫犹太地无人知影讲，这位希律王伊的个性是真残酷、暴力，无等伊的神随时就有性命的危险。无人毋知啦，所以随时你若互伊无欢喜吼，性命就安怎危险。所以这个星象的这个学家，也是讲这个博士，因伫遐问这个问题，讲犹太人的王要出世伫倒位？啊，阮有看见因的书，因研究了足彻底。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希律呐，一听到讲有人要来抢伊的王位，对无？然后去以色列的，去到希律堡，伊是一个王宫啊。然后伫伊对面远的所在是伯利恒，一个是有关系，一个是用伊家己的想法关系伫维持的王位，一位是伫出生在卑微的马槽。迄个马槽的中间是伊的婴仔床啊，伫迄个对比来讲，无法度甲伊比啊。但是呢，咱看讲一个要威胁伊犹太人的王，这对伊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这就是伫政治上，伫伊王位的顶面来威胁啊、威胁他的王位。所以对后壁的经文，伫遮咱来看讲。当伊听了即句话了后，伊的心内充满着急不安。也因为伊一个人，因为伊有关系，所以伊无欢喜，伊心内不安的中间，就引起其他的人的不安。所以你知影讲，有当时博士伫迄中间检测有知识，总是伊无了解背后，伊若找毋着人的时阵，有迄个性命的危险。咱做来读来，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会伫什么所在？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全工来要拜伊哦，全工呢。所以因放下其他的这个事务，然后要伫遮来对找哦。所以伫遮咱看讲，因会观看这个星辰，咱看是星，伊看是有迄个一个重大的。这个王要出世，人的观念和博士伫遐就想错误对迄个耶路撒冷的方向行动，这个希律王哦，所以要问爱问着人哦。
所以因为问唔对的时阵，你也看后壁就引起伊的心内无欢喜哦。所以伫遮咱看，如果你若看后壁的经文，咱今仔日无看到吼，13节咱做来，因他们走了以后，这是无解到啦吼。因走了后，主的天使伫约瑟的梦中来显现，然后讲起来，带这个囡仔带孩子吼，甲伊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安怎离开往埃及去。伫迄中间，因为希律要安怎敲找这个囡仔，然后后壁要安怎要甲抬啦。甲伊拄仔讲的话拢无共款啦。伊甲博士讲啥？来，恁详细找，若找着紧来甲我讲，我就要来安怎拜伊。嘴讲拜伊，总是心内讲啥？我要甲你，要甲抬咧，要甲追落安尼啦吼。若无我王位就安怎有问题啦。所以伊的心内不安展现出来，伫后壁，互伊的个性爆发的时阵，咱看后壁就做这囡仔无性命吼。兄弟姊妹，咱看讲伊的不安是因为王位伊的关系，伊毋是犹太人，伊是以土买人，也就讲以东。咱若用讲伊是以色的后代，安尼咱就了解。以扫啦，吼，以色的后代，所以伫这中间，毋是对雅各吼，遮。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受分封做犹太人的王，分封犹太王，所以伊是靠罗马的关系，靠裙带关系，靠伊的手段。所以伫遮，伊好无简单，伫遐所建立的王位。竟然有一个讲新的王要出来，要伫遐甲伊抢王位，所以伫遮咱看讲，伊就来不安了，就调遮的祭司头甲经学士、祭司长、文士来，应该恁知嘛？到底有影无影？是真的吗？有影大堂讲，所以伫遮咱看讲，虽然伊甲满年啊，如果咱圣经后壁甲看落去，伊阁活无偌久。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伊阁惊遐一个囡仔，囡仔伊会通创啥？无至少嘛20-30年以后嘛，对毋对？我是咧惊啥？真侪人就惊伊失去伊的关系。如果上帝若要互你做啥，就互你做啥，你毋免惊啦，兄弟姊妹。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伊暴露出伊迄款的凶残，迄款的暴力，所以后壁。就引起啥物？引起侪这百姓的不安，因为一个人伊有关系，伊有这个王位。过去咱伫迄白色恐怖的时代，咱就知影讲伫这个有关系的人，伊若讲一句话，可能你就无命，亲像北韩共款安尼意思。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为希律一个在家己去互这个天上学家伫遐骗去哦，所以非常安怎？非常生气，这段的经文咱看就好啦。所以就找人伫迄中间来调查，按照博士伊所留落来线索，然后伫遐调查，然后伫遐将2岁以下这囡仔拢甲安怎抬死啊！所以莫怪这全部的百姓伫迄中间，全部的耶路撒冷百姓心里不安心内惊吓，摇喘。就是因为伊知影希律的个性，连家己的亲人想要孝顺伊的王位的时阵，安怎抬？何况这个毋捌的，检察伊嘛一个幼婴，无要放伊煞。所以伫遮到迄个列结，伊为着伊的囝儿伫遐咧啼哭。这拉结这列结就是雅各的某吼。代表这所有失去囡仔的这个老母啦，所以伫遮有亲像亚利米，伊伫迄中间伫遐底讲预言，讲这个人要亲像拉结共款，拉结要为着伊失去的囝儿，伫迄中间来提靠。咱看到遮，咱看讲，这个百姓希律，无因为一个。新生王，亲像咱咧讲圣诞快乐，是圣诞安怎不乐？不管
不乐以外，还有啥？惊吓，随时性命问题。第四，咱来看讲，对宗教领袖啦吼，这宗教领袖因知无？因知哦，因随时都献这个圣经哦，因随时都献圣经，搁一献就献米迦书5章第2节啊。米迦书5章第2节，咱做来读来，因讲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伫犹大城市中。毋是吼，这毋是上美食，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伫这较现代日本的中间，互咱知影讲，这个伯利恒，如果你若捌对牧师去话，伯利恒无偌大啦，细细啊一个城市。啊！你若有去到伫迄个主降生的礼拜堂哦，伫遐有一个门，你要入去时，你区较谦卑的吼，入去看去迄个礼拜堂。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宗教领袖知影有即个记载，因为先知有记载700多年前，对咱来讲，对当耶稣出世的进前700多年前，先知就讲啊，先知就预言了，哪有遐拄啊好？若无上帝伫后壁伫遐咧掌权，无遐拄啊好诶啦。但是遮诶人安怎？有知无？知影遮圣经诶知识，总是无要相信。好像有当时真侪人，哇，圣经我读过好几遍，但是不相信，不相信耶稣是救主，同款诶意思啊。我读过几十遍诶，几啊遍，总是。伊知影有耶稣的这号人物，这时头嘛知，但是因有相信无？无相信，因无相信，所以因无行动。反正这的外邦人哦，因却千里迢迢，所以因伫咧中间来挖群来对找。所以伫这个伯利恒，咱看讲伫咧中间要出世一个救主。这伫古早这先知都有言啊。如果你若好啊想，伊应该毋是出世伫伯利恒嘛？伫顶礼拜我甲这年长者据点的这年长者，我甲因分享哦，我无输去过这个所在啦。耶稣本来要出世伫倒？若照你讲，要出世伫拿撒勒啊。但是因为奥古斯都一个做价格。户口普查、户口普查，会命令落来，因不得不倒转去到伫户籍地户籍地，然后伫遐做价格，就是报户口。结果咧，耶稣伫遐出世，拄啊应验先知所讲的。所以毋是臭拄看呢，毋是拄啊好咧，是上帝特别伫迄中间的安排哦。所以伫遮的重点是讲，你知。总是你有信心无？你有要抓条这个救恩无？知甲行道理，佫有差别咯。所以伫遮咱来看讲，这个生在引带人，也是上帝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伫遐咧引带你来认捌伊。即群外邦的这个博士，因伫因的这个故乡就看见哦。但是咱来想一个问题哦。这粒星敢一直引带吗？有无？无呢。敢若一出来，互因去研究了，因对找一段时间，哪会无去？总是到第99看见啥？迄粒星佫出现哇！所以咱来想讲，伫这个过程检查你迷失的方向，也是无人伫甲你引带的时阵，你是毋是还佫持守你的信心嘛？我咧准备这段中间，我咧想这个问题。有当时啊，咱失去一个，互咱伫迄中间来对找的时阵，咱检查毋知要安怎继续行落去，敢毋是？所以这博士因爱有信心伫迄个中间来对找啦，因佫爱付出代价，因爱面对迄个沙漠的中间迄款的风险，有这个插股，有这个歹人，检查影响阻挡。因日头前要对找这个新生王的一个旅程，所以伫遮因需要有耐力、信心，
需要毋忘，佮要付出这个代价。所以圣经无讲对对一国，总是对波斯也好，对阿拉伯迄个所在也好，咱看因一定爱相当有准备。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检查拄着一寡这个风影，拄着一寡这个风暴，亲像迄个加利亚风共款，拄着人生的一些困境，是毋是会伫迄中间来阻挡伊？咱是安怎着找一个外国的王啊？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一个外邦的这个王呢？何必为着这个伫迄个中间来受到遐尼多的艰苦？而且咱看讲，当因生个出来，然后受到引带，到伫迄个马条中间，看伫马槽的这个囡仔的时阵，你会感觉安怎？会欢喜啊！迄王毋是生出世伫王宫吗？哪会出世伫遮？哪会安尼？啊，你因为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会安尼想袂？当时遮个博士无安尼呢，博士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拍拜、匍匐朝拜呢？伊无嫌讲，哎呦，这马条垃圾里头，马厩很臭、很脏，对无？垃圾，无咧怎拍落呢？因检测是尊贵的人，但是伫迄个中间匍匐敬拜。因伫遐拍拜，然后将因所准备有3项，啥物？来，黄金、乳香、木药。我本来要传互咱看，可能我的办公室我有乳香哦，迄火甲一点落，规间拢芳光光，你知道？啊，木药迄嘛芳芳嘞，哦。啊，我无黄金啦，爱去店买啦哦。所以因准备这3项哦，黄金代表这位新生王、国王、君王的身份。因要表达的是，我这献的礼物安怎是为着这个王。第二，这个乳香，乳香咧，伫迄中间是祭司伫敬拜中间点，互规间安尼芳光光哦，啊，请到上帝面头前安尼啊。所以伫遮咧有表耶稣的身份是啥？祭司。希伯来人书希伯来书讲，伊是完全的大祭司。祭司大祭司每一年献上这个祭祀赎罪祭，无法度洗清咱的罪。总是独独希伯来人书伫迄中间希伯来书讲啥？耶稣伫遮描写耶稣是完全的大祭司，所以一个献上，今仔日咱毋免阁牵牛啊、牵猪啊，因无咧用猪啊，台湾人有啦吼，无用这精神阁来祭拜啊，所以这甲咱的民间信仰开始有做一个解决，咱的未来对咱的未来有即款的毋望，无阁再靠着这精神三星伫遐来祭拜啊吼，无阁再使用这个方法，耶稣一个献上。一次献上就完全了，所以今仔咱来敬拜啥？用心灵、用真实奉献来到主的面前。目的是为着啥？耶稣要付上代价，为着咱死来，为着伊的尸体伫遮来顾啦，伫遮来安怎活呀？所以伫遮咱献上这3项的时，这朴素献上这3项是代表有这意义的事。所以伫遮咱看讲，在提醒咱。这个朴素是有主伫遮引带，朴素敬畏上帝，所以因智慧伫迄中间赢过这个希律的奸计。所以朴素敬畏上帝，上帝用伊的话伫遐个引带，毋通阁当赢，当伊有生命的危险，然后咧，然后检测咱的救恩检测就受到影响。第二，咱看讲因信任上帝的话，无信任希律的花言巧语。希律讲：恁若找着哦，来甲我讲啊，我会去安怎甲拜安尼啦吼。第三，因看重上帝的命令，因无质疑伫这个希律的命令。有影片吗？
咱在共读那个影片有没有？没有，我等一下我们再放好。好，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讲，博士伊照上帝的指示，因无倒转去到伫这个希律遐伫遐报告哦，所以互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会通继续向前哦。可能因爱冒着因受通缉啊，被通缉，对无？然后去追杀。恁讲，恁到底这耶稣伫倒位哦？有其他的这兄弟姊妹，牧师，拄我你讲迄第四个博士，还佫有这个传说咯？我讲是啊，这部佫拍做一个电影啦哦。所以伫遮传说讲有第四个博士，一般圣经无讲三博士嘛，但是传统的上讲有三个博士，因为有黄金、乳香、木药，逐个人出一项安尼啦吼。这是传统的想法，总是圣经无咱讲，伊只有讲东方的博士啊。所以咱毋知影几个人，哦，所以至少伫迄中间有一群人，因做伙伫遐来对找。当这三个博士，吼，咱用传统来想啊，这三个博士伫遐照启明星伫遐演出，然后因准备要出发时阵，这个波斯这个马家族有一个修行者叫做阿塔班。阿塔班伊嘛伫遐中间在研究这个星神，然后好哦，我要参加这边的这个啥追星旅程啊吼，所以伫遐中间哦，伊就变卖伊的所有啊，然后买一粒啥蓝宝石，一粒咧红宝石，佫一粒啥珍珠，来讲一遍来，一粒啥蓝宝石，一粒红宝石，另外一粒啥？珍珠哦，伊就准备哦，变卖所有，要来追找这位基督新生王，伊就开始准备，然后要去赴这个赴这个做伙结伴伫遐来行哦。所以伫这中间，伫路途的中间哦，伊为着要救一个乞者啦，所以就动摇伊的行程哦，影响伊的行程。去到迄个集合的所在，人这三个就走去啊。我安尼变怎？家己伫迄个沙漠中间，足危险的嘛，所以伊就卖第一粒蓝宝石，然后组一个骆驼的队伍来帮助伊来行即款的旅程。所以伊准备要伫遐搬过即个沙漠、横越沙漠，卖到伫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来到伫伯利恒伫遐来找即位耶稣啦吼。所以伫遮咱看讲伊。伫迄中间，为着要付出代价吼，要伫遐追找伊爱变卖这个蓝宝石。当伊开始咧起行的中间，伫迄个路途的中间，伊拄着啥？拄着希律的军队，伫遮拄啊要吹伫遐要杀耶稣，要追杀耶稣。所以当这个阿塔班看到一个囡仔要互伊杀的时阵啊。伊甲迄个军官讲，无莫安尼啦，莫甲杀好毋好？我即粒啥物红宝石啦，蓝宝石都无去啊嘛吼，红宝石互你啦，你莫甲杀好毋好？好啦好啦，即个军官摕到即个红宝石了后，就放即个囡仔吼，无杀即个囡仔吼。OK， 安尼三项安怎？剩几项？剩一项啦，哦。所以伫遮，咱看讲伊准备的物件已经无够啊吼。伊的罗卜就甲讲啦，莫啦，莫阁行咧啦吼，安尼危险啦。你也看，遮的人要找耶稣，要甲杀，咱若阁找着耶稣，变互伊讲感动的，安尼性命有危险啊。哦，所以伊就为埃及去，要来找即个耶稣。哦，伫迄个。找耶稣的过程中，伊靠伫埃及，然后王迄啥，王应该是出世伫啥？王宫啊，较好的所在啊，所以为遐找，结果有人甲指点讲无啦，你着爱为迄个较善车的所在，因为因走路嘛，所以伫迄中间去找，伊直接为个方向去找，然后安怎拄着强盗，迄粒珍珠安怎去互抢去啦。先煞人阁互掠去啦，掠去迄个贼收遐吼。你掠去的时阵
有一个福音人知影讲，这个博士啊，这个阿塔班哦，伊个会晓医术啦吼，所以伊的查某囝目睭无啥看哦，爱帮衬伊甲医治。然后佮看讲伫这个插繡的中间吼，有真侪人麻风啦。需要医治啦，伊怎留落来伫迄中间甲医治，安尼一望念久30年、30年啦。伫30年中间，伊佫教因讲安怎饮水，然后伫遐种植，伫遐来灌溉。恁莫佫做强盗啊！恁会通伫遮安怎家己种植吼，自给自足啦。安尼过30年，然后伫迄中间有一天，伊的亲友叫做泰格兰斯吼。伫迄中间，带伊个查某囝来拜访，甲伊讲：你老爸过身啊啦！伊真失望、真哀伤的中间，即个阿塔班伊身躯佫无好，安尼敢要继续落吼？伊心想讲：安尼我无法度佫追找到即个心中的王基督耶稣，所以伫迄中间，伊就甲伊个老婆讲：无你离开啦，我家己安尼就好啦吼。所以，互伊自由。即个罗卜无拍算，伊去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业呢，然后伫遐拄着耶稣做这个代志，伊佫走转来，伫迄中间甲伊的主人讲啥？我拄着耶稣啦！哇，伊真欢喜呢。所以伊就准备虽然身躯无好势，总是走到伫迄个耶路撒冷。结果听讲即个耶稣吼去用掠开。准备要钉十字架啦，所以想讲要将迄粒最后的珍珠，然后伫遐来换耶稣的性命。无拍算，即个亲人吼，伊经常失败伊死了后，伊的囡仔查某囝去互人卖做奴隶啦。所以就讲剩即粒好啦，无为着即个 Michelle。伫遐甲赎伊的赎身啦，我到尾无迄粒珍珠耶稣佫互人钉死伊伫迄中间感觉真苦闷，伊就讲我的生命要结束，我看即世人无法度见到即位耶稣、即位救主啦、即位基督安尼吼。所以等于伊伫迄弥留的中间，突然耶稣出现啦吼，伊就讲：主啊，你是我所追找迄位吗？是啊。我即马安怎一无所有啦？我本来穿啥物？拿宝石、红宝石、佮珍珠，这是我变卖我所有，要送做礼物送互你呢。总是我都遮开了，遮用去啦。实在啦，我无法度佮有礼物互你啦。耶稣讲啥？我有收到你的礼物。我有收到，当你咧帮衬迄个乞食的时阵，当你咧帮衬迄个查某囡仔的时阵，当你咧医治遐个破病的，我要你互我食，我无衫通穿，你互我穿，我收到你的礼物。所以这时阿塔班讲啥？安尼哦。所以伫迄中间，伊的心满意足，就离开伫这个世界。兄姊妹，伫圣诞节咱要庆祝啥物？咱要庆祝是迄位以马内利的主，甲你我三甲同在。今仔夜嘛要透过你，当看见这需要的人、哀伤的人，你有甲伊安慰，你扶持伊，你帮衬伊的时阵，这位上帝是伫苦难中，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的主。在苦难中安慰我们的主，伫迄个苦难、伫迄个忧伤的中间，伊伫安慰你、扶持你。今仔毋是干那安尼，上帝也要透过你伫遐来安慰，伫遐来帮衬，互咱知影讲，要安怎伫迄中间经历到耶稣是以马内利，就是彰显上帝听伫人的中间，因为你的一个陪伴同行，互伊感受到啥物？感受到耶稣的存在。咱搁一遍甲你的边讲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主恩同在。圣诞快乐，主恩同在，是因为你有看见这人的需要。帮我按一下，是因为有你愿意付出时间来
背叛这个人。兄弟姊妹，你知无？当做伫迄个智美社兄弟姊妹身上，耶稣讲：你就是做伫我的身上。我是甲你相同在，我是甲这苦难的人相甲同在。今日上帝也透过你我，伫帮赞安慰扶持这个需要帮赞的人。耶稣伫迄个所在。兄弟姊妹，你的心是有较无救主甲你相甲同在，减在是伫迄个苦难。兄弟姊妹，你已经得到这个救恩，你愿意亲像这阿塔班，愿意伫遐献出减在你有的，互主来使用嘛？咱来用首诗歌，伫遮来回应主。羡慕伊的人受福气的。当你羡慕伊追找，亲像这东方的朴树，因要追找到因的心，会通有毋茫满足。咱作为起立，咱伫遮来吟诗。羡慕你的人，的确有满足。上帝伊会听，永远无变换。找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产业。咱对头，搁来一遍。羡慕你的人，的确有满足。上帝你会听，永远无变换。找求你的人，的确有福气。你每日供应，上帝是我的产业。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电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我经历你的信实，行伫阮电路。上帝真正好，真正好，你是一宝。咱着追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着追求。咱着追求心内有梦，就有福气。咱做来祈祷，上帝你真好，真正好。你愿意用你的听，伫阮遮的无茫的人中间，你愿意用你家己的活命，真做人，伫阮的人中间，伫阮苦难的时，伫阮无茫的时，你甲阮相甲同在。你陪伴阮行人生这个艰苦的路站，你无离开，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陪伴阮行过人生这个风影，也引带阮指引阮有一条活的出路的主。主，阮感谢你，互阮会通掠条亲像这个朴树较无伫遮来调记你，伫遮来拍败你，献就因的礼物伫你的面前，是为着你，咧为着世间人所做的。主啊，互阮奉献的时，是通正做你的使用来祝福这个世代，祝福这个社区。愿主，阮所做的，求你来纪念，分别做成，互你欢喜，互人得到帮赞，互阮的心会通得到毋忘。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
是出于关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天父上帝，我要献上感谢，感谢天父赏赐你的独生囝来成做阮的救赎，来透放阮的罪过，互阮拢有平安甲喜乐的生活。主啊，今仔日是圣诞主日，我要用欢喜高调的心来迎接主耶稣的降生。我嘛要借着这个节期，大大来宣扬主的疼，为主来做见证，互更较多的人来认识主。互更较多的人会当得到救。主啊，阮即摆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互主来使用，求主来接纳。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圣，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王玉玲姐妹啊，先离开哈。来，丁兆宇弟兄，咱甲欢迎哦。好，咱嘛欢迎伫咱中间来安怎称呼？歹势我，王老师哈，伫咱中间咱甲伊欢迎哦。另外，赶高铁了吼。感谢主了吼，感谢主，今仔用无共款的方式吼，现在有一寡爵士吼，尾啊这首嘛，小可有一寡爵士的吼。好，那其他无，咱来看周报消息。那我这里控制哦。咱今仔日就是赞美礼拜吼，已经有点这个蜡烛，咱请咱来记得哦，这个蜡烛的意义啦吼。咱用欢喜快乐，咱来可能忧伤，特别我拄仔来讲哦，昨公道检查有满意，也是你感觉无满意啊吼。所以对遐无满意的忧伤的人哦，你毋通甲刺激迄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彼此体贴啦。当然，咱拢为着台湾的将来啦吼。好，当时无共款就无共款的立场。咱有缘遵守这个防疫规定来配合吼。咱的礼拜的时间吼，拢伫11月，请咱家己来看。明年1月7号，咱要举行第一次的圣礼典。如果若要洗礼，12月26进前吼，来为
邮务署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今日感谢这圣乐队，咱拍鼓甲因鼓励啦感谢因带咱用无共款的语言伫遮来学习咱的主咱10月25有即个乐界四重奏的音乐会你若有小组长，请你这张玉主任干事伫遮来摕这入场券这个券分互咱有登记的这兄弟姊妹咱有要这个圣经的讲读顶回咱有看这影片伫1月来，咱小看一下然后两分钟尔透过3至4个人凑伙来读，你若还未登记要买册请咱来赶紧来登记每日牧者的讲道，还有咱的读经、教人之声，咱 Podcast 拢会用这个英文的册伫遮做伙因为我唔知影咱家己讲圣经真好，无安尼未来这2冬，咱斗阵读圣经来学习做耶稣的学生，这是完全无共款读圣经的经验哦。唔是你一个人，是咱斗阵行，一群人体会圣经讲故事的方法，斗阵读圣经做耶稣的学生。咱做伙来读圣经今日若读到迄个约书亚记要攻入耶利哥城家己可能攻袂入，咱做伙来攻，安尼好毋好？咱做伙来读圣经也透过咱的配合的这个方法咱伫迄个12月21暗时8点20伫迄线上会甲咱三甲来分享。咱24号24号，即礼拜5暗时8点到9点，要伫统领广场1楼即个户外即场所，伫遮有平安圣诞的晚会请咱爱登记。咱若要穿圣诞老公的服装的，即个同工兄弟请你伫下面1楼的公本来登记。咱7点半要集合。咱的总务部已经有将这教会大摒扫的区域拢公布请咱的各牧区各单位按照这个分配时间甲地点伫迄中间做伙来摒扫咱的迦南教会咱这圣诞圆过图有这青年牧区因有这个活动12月25。青年牧区也有举办这冬令营，这是关系到未来因108课纲内容一寡遮的影响，要安怎读，要安怎伫迄中间来准备请咱有遮的主题伫迄中间知影要安怎准备因的未来鼓励因伫遮来参加咱这礼拜3有祈祷见证会请咱做伙来参加跨年祷告会咱毋茫过一个新的年，一个有毋茫的年、稳定的年，咱做伙来祈祷伫12月31暗时10点半到伫12点10分咱拜3早起10点要伫周千南兄弟如美会姊妹夫妇的家庭来迄个千南兄咱家祝福啦要领导因已报名1月初9夫妇要来洗礼所以先分别做成伫个家庭。好，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做伙来读2遍的金句，做伙来。因听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婴仔的所在。就休伫迄顶面，
马太福音2章第9节，搁一遍。因听见王的话就去，忽然东方所看见的星做头带因，到营仔所在就休伫迄顶面。马太福音2章第9节。咱做伙来吟圣诗402首，求主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的欠欠必是行，赞我答应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工程，对做因全是未老，这是我人生必切毋忘。当心祈祷，领受上帝的祝福，同心祷告，领受上帝的赐福。但愿恁大家伫追找主耶稣的时，会通领受伊甲恁三甲同在。伊赢过死亡的关系的快乐也充满伫恁。天父上帝伫即个你所定着的日子，继续用你的疼来安排、来保护、来引带阮行伫平安的路途。要主上帝你的神来充满阮，较无来追找你。互阮会通知你是时时甲阮三同在，享受阮平安甲永远毋忘的主。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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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礼拜到这吼，啊，比出来祝愿主的平安，甲恁三个同在。